头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乌山国小的师生来到南投，甲嘉禾国小的师生来做交流，特别来参加到南投县首创的运动夜市的活动。有袂少的运动项目，拢是台北囡仔第一届来体验，感觉真新鲜、真趣味。因来学到到南投县教育处办这个计划，实在是有够赞。 头一摆跳国际标准舞，这学生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台北市乌山国小伫进前伫暗时时去到南投县的体育场，参加南投县的运动夜市，体验气功、国标舞、太鼓、加体适能的体操加测验。是很活泼，很有趣，很有趣。对，做气功，然后还有跳舞和做体适能。 南投县政府教育处头一摆办运动夜市活动，和社会民众伫专业老师的带头之下，会使免费体验各种运动项目。台北乌山国小师生嘛，应邀去做伙体验。觉得运动夜市也算是南投的一个特色啦。运动的夜市，好让更多的民众一起来体验、学习，一起爱上运动。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运动夜市中所安排的体育项目是南投县内各级学校所推广的重点甲特色运动项目。主办单位欢迎大细汉朋友伫10月底进前，每日8、3暗时6点半到8点半做伙来参加。